来这件是台北有一个太太，伫咧大安区坐公车要去景美，才拄啊爬上车，手拢还未换好势，司机就快速甲公车驶去行，害这个太太倒向下，靠着头壳流血流滴。公车顶有真侪乘客拢着青惊，这客运业者讲会专款负责，而且赔偿关心。 公车入站，人客上车，想不到驶无10公尺尔，就发生意外。他起步他没有站稳，你就跌倒。公车人客嘛惊一条，救护人员赶紧甲包好，因为伫涂骹坐人客倒上车就滑倒，有去磕着头壳。这个负责人头壳弄一个真正一直流血，公车顶嘛拢是血，互人看到会惊。他摔倒那个大概可能是5秒以内就，因为我都来不及去扶他，我就眼睁睁看他这样子抓不住，然后马上倒下去撞到头。 代志发生伫昨早起10点外，这个负责人为台北市大安区和平东路3段上车要去景美，一上车手还袂知，司机就驶去行，造成人倒向下去磕到后头壳，血一直流，互人客嘛真紧张。 我们的司机个性都会比较急躁一点，我们就是赶快关了门，赶快开走这样子，所以他才会抓不住。加在这个负责人，还佫载人，依照客运业者讲，这个负责人除了讲有外伤以外，敢若佫有骨折甲其他的伤势，目前还伫治疗中。面对公车人客质疑，业者有回应。平常都会教育司机，如果有发生什么事故，一定要立刻通报救护单位。 然后我们要立刻协助民众送医，那后续相关的理赔以及他的所有医疗费用，我们都会全权负责。一车出门煞受伤，业者承诺讲会阁再教育，除了关心受伤的人，嘛都要保障人客坐车安全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